好，崩壞與審判啊！大家好啊，我就係鯊魚島嘅管理員啊。做乜嘢啊？電話壞咗啊！你哋快啲睇下，畫面上面有個戴頭套嘅人喎，好犀利喎！而且連街上面嗰啲熒幕都播晒同樣嘅畫面，哇！我想講，如果呢隻 game 有 budget 可以 hijack 涉谷 Scramble 整呢一幕出嚟就正。但係呢隻 game 應該冇咁有錢，所以冇做到呢個廣告 campaign。喺倒數計時歸零嘅時候呢，崩壞同審判都會到來啦。為咗驚大家覺得無聊，我喺呢度咧準備咗一條簡單嘅 quiz 啊。呢個人真係鯊魚島管理員？阿蘇，對唔住啊，呢個人就係鯊魚島管理員。簡單嘅 quiz， 咩嘢可以被講出口，但係不曾存在過呢？嗰啲警察，嗰個 device 咧，而家喺我手上。思考啦，回想啦，預言已經成為現實啦。知道話就入答案啦。崩壞同審判即將來臨，大重置。GL，唔好意思啊，突然間打俾你，嗰個人係邊個嚟啊？真係我真係有少少遮住咗嗰個人，嗰個人係邊個嚟噶 ？Jasmine 啊！慘，大亂啊！街頭點算好啊？解體中心啊！都市傳說解體中心嘅負責人躝出嚟啊！犯法仲唔敢出面啊！偷走警方情報嘅恐怖組織，優期至上嘅總裁黑澤優美屋企俾人偷竊。犯人由黑澤家攝取咗貴重物品同埋機密情報，慶幸嘅黑澤父子平安無事。根據調查指出，嫌疑犯就係都市傳說解體中心嘅員工。目前警察就喺度進行緊進一步調查。屌你老母啊！我開保險箱咁喎啊！我開保險箱咁喎啊！垃圾黑澤優美啊！黑澤你陰我，垃圾黑澤優美。不過我本身都知道佢係人渣嚟噶，唔係全部都係人渣嚟嘛？大家同我重複一次，唔係全部都係人渣嚟嘅。崩壞與審判係咪真係會如期降臨呢？真係好令人期待。哎呀，又講啲淺見又嬲啊！帝陵將係指乜嘢？鯊魚島管理人又係邊個？由呢個疑點開始理清先啦，因為資訊不足係好攞命啊嘛。點算好啊？大家，我哋嚟到第6章呢，竟然可以操作回屋攝咯。我講咗20集。我講咗20集嘅理論係咪要崩潰啦？大家好擔心啊！而家我係世界上最擔心呢件事嘅人。案件1，床下底係男人。喺呢單案入邊，床下底係男人拎嘅係斧頭啊！估唔到被害者美英小姐本人竟然會假扮做床下底嘅男人，一個臨時諗出嚟嘅計劃嚟講，未免太巧妙啦。卡片當時係喺榮子小姐手上，嗰陣時佢持有嘅暗中窺視之眼。案件2，血腥瑪麗。我呢把菜刀上面感受到好深嘅執念，雖然呢單案同真正嘅血腥瑪麗或者相差甚遠，但呼喚住瑪麗嘅聲，的確令到染血嘅女人出現喺鏡前，可以同都市傳說之中嘅情景咁相似，都算係奇蹟。我記得卡片當時喺蘑菇先生手上，嗰陣時佢持有嘅係鏡中嘅死亡倒影。案件3，異界。上野暗靈之旅，呢個旅行團係為咗揾上野天珠事件嘅真兇所舉辦，唔知道失蹤嘅山田先生翻唔翻得到嚟呢？嗰陣時佢持有嘅卡片係通往靈薄獄嘅階梯。案件4，取子箱。助咒呢樣嘢真係太有意思，就一個箱都唔知道暗藏咗幾多玄機。當時嘅助咒唔止源自於萬藤，亦都源自於人。眉崎先生就係中咗人為嘅助咒。我嚟睇咗藥學書籍，有發現淡馬先生熬煮嘅茶葉有會令人產生幻覺甚至失去意識嘅效果。眉崎先生嗰陣時持有嘅卡片係萬日而出嘅惡意。案件5，意重生。唔知我睇完自己分身係黑澤先生當時保持住咩心情呢？佢預見咗堪稱死亡先兆嘅異象，究竟會落得咩下場呢？真係好令人期待。不過黑澤先生你真係睇少咗我哋，竟然咁公然講大話，話淺見係偷竊犯。佢拎住嘅光明卡係罪人之影，既然其他卡片都登場，代表今次案件嘅卡片就係淺見手上嗰張崩壞與審判。等住淺見嘅究竟會係咩結局呢？聽講管理員好似係天才 hacker， 以前仲設計咗 hacking 道具出嚟，仲有傳聞佢曾經引起重大事件，但係冇點樣留下記錄。原來係咁，大家會願意 follow 佢，乜有你啲輝煌嘅經歷。公安動靜好大，可能係管理員發現咗，睇嚟佢發現咗嗰個唔應該存在嘅真相。公安唔容許任何污點存在，如果有人試圖揭發佢嘅話，原來嗰道謎題喺度威脅緊公安，咁管理員會唔會被消失噶？睇嚟大家都覺得公安暗中策劃緊啲乜嘢呢？真係令人期待。根據島民嚟猜測，係邊啲人睇到直播開始行動呢？你啲解體中心嘅希堂咪已經喺解體中心出邊嗰度開始示威咯，唔係咩？但係公安，我記得你調查到一條研有提到我哋存在。如果管理員拋出嗰條謎題喺度威脅緊公安嘅話，管理員可能會被消失噶。警方但係佢會堅稱個 device 冇人偷到。以目前嘅情況嚟睇，島民會認為公安係想要暗中除掉管理人。出現呢種謠言都好合情合理。係 GL， 係啊，係 GL 啊！
管理員喺直播上面呼籲大家要試圖回想翻。對此，人開始討論起過往發生嘅事。蝦皮777億外流事件啦，同埋唔可以提到嘅嗰個事件嘛。直覺比較敏銳嘅島民開始叫大家唔好再討論呢個話題。你覺得嗰啲人點解唔希望大家去討論過去嘅事件呢？因為會被抹消。因為如果有邊個開始詳細談論事件嘅內容，嗰個人就會被抹消噶啦。或者 SNS 上面有陣睇見有人話啦，條 thread 突然之間唔見咗，話唔定嗰條 thread 會俾人 delete，係為咗隱藏咩不可告人嘅真相。公安今次會出動，因為有人打算洩漏重要機密，所以佢哋決定除去嗰個人，嚟防止情報外泄。決定展開行動，可以話同嗰個特徵扯斷唔到關係。你認為係乜嘢行為觸發咗今次嘅都市傳說呢？談論不存在嘅嘢咯，即係將冇發生過嘅嘢講到好似發生過咁。想掩蓋真相，公安喺發現呢類謠言嘅時候就會出動，將講出呢件事嘅人解決咗佢。想掩蓋真相人同埋想揭發真相人，雙方聯手打造咗呢個都市傳說啊！由以上跡象可以聯想到一個都市傳說，嗰個就係 SNS。呢個都市傳說除咗 SNS 之外，仲有咩名啊？我想問，可能有嘅，sorry。鯊魚島事件，鯊魚島事件本身就係都市傳說嘅名係嘛 ？OK，一定要俾人捉走啦，係啊，我要俾人捉走啦，因為我哋開始討論呢件事啦。你以為你哋就冇事咩？你哋都同我一齊討論緊呀！屌，一齊俾人捉走啦！都諗下先啊，第0張紙嘅應該都係光明卡。講到呢一點，光明卡好似係鯊魚島管理員整噶嘛？佢點解要整張明卡出嚟啊？我以為係課分嘅啫，唔係啊？啊，我知啦，Duolingo 啊，重組句子啊！屌你老母啦！一開始就啱呀！唉，我又諗起重組句子呢樣嘢，並不是我嘅擅長嘅時候，我就答啱到啦。但不過希望預言到獲得卡片嘅人喺未來遭逢到嘅不幸，我諗一定係咁咯。到目前為止，曾經持有過光明卡人每一個都失蹤咗，咁都好啊！既然我都有卡片，係咪我都會遇到壞事啊？所以 Jasmine 冇嘢啊嘛。一見面就問呢樣，唔問呢樣問乜嘢啊？問你今日心情如何啊？最近身體好安好嗎？屌啦，梗係問 Jasmine 啦。英勇有勇者闖入咗都市傳說解體中心，而家副入係做 Jasmine 嘅角色啊！食屎啊！我唔需要你同我一唱一和啊！你由我自己調查啦，我唔需要嚟啊！你唔准喺度反 Jasmine 啊！乜嘢嘢可以被講出口，但係不曾存在過就係外星人嘅錢啊！即係你哋係咁喺度講，但係其實不曾存在過，屌啦！好可悲啊！我講完之後突然之間覺得好可悲啊！會負責保障你人身安全。畢竟姊妹好重視你，如果你出咗咩意外，我承擔咪聽唔聽到啊 ？Jasmine 好重視福來淺見啊！我飽啦，大家。Jasmine 冇嘢啊嘛，佢由10公尺嘅高度同腳底嘅鐵板一齊跌咗去地面，唔單止全身挫傷，仲有多處骨折，而家意識都未恢復。希望 Jasmine 可以醒翻啦。呢度係警方保管資料其中一個倉，警方經手過部分案咧會被送嚟呢度。如果啲資料被送嚟呢度，通常代表嗰單案已經成為咗懸案啦。嗱，塔莎新引發黑客事件，企業家同埋政治家中用嘅 SNS 蝦皮遭到黑客攻擊。黑客揭露嗰個 SNS 平台存在洗錢行為，用嚟洗錢嘅加密貨幣都因此外流，但警察冇辦法查到黑客嘅身份。呢單案導致咗777億yen以上嘅財務損失，對世界造成相當大嘅衝擊。咩話？777億yen用嚟 hack 入去蝦皮嘅嗱塔莎新，似乎只有擁有天才智商嘅開發者本人先至可以用到呢個 program， 所以係真有其事喎。呢個蝦皮777億yen，話說圖書館管理員真係起個頭好似霍金，即係一個人坐得斜啲就似霍金啊，係啦，唉，外星人都顯示得天才啲啦咁，係黑澤精而下令停止調查上嘅先，OK， 重組句子好難啊，大家，外星人要翻小學重讀啊！呢單案喺當時係眾人都知道嘅熱門話題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講到出口。但係呢單案唔單止冇破案，調查仲俾人中斷咗，再俾人當做唔存在嘅案件。呢個就係可以被講出口但係不曾存在過嘅嘢。呢個一定就係謎底啦！我仲以為要我自己打添，唔使我自己打，我想自己打。太好啦，答啱咗，福來淺見，答翻問題唔係你今日要做嘅事啊！我想洗刷魚腦屈冤，咁你又想做啲乜嘢呢？可以問我問題嘅只係得我自己啫。
喺上日天珠事件發生咗1個月之後，我哋發現網上好多人都喺度謠傳魚佬就係兇手。為咗保險起見，我哋請佢到警局接受調查，並發現佢喺事發當日有不在場證明。CCTV 的確有影到佢同死者嘅妹妹野村朋子喺餐廳嗰度食飯，即係野村朋子係同時失去咗魚佬同埋哥哥啊！哇，勁聲！所以佢只係因為網絡上面嘅謠言就俾人當做嫌疑犯，咁而梗有不在場證明啦。點解大家仲要當佢係兇手啊？警方都冇諗住出面澄清咩？唔係嗰時單案就已經俾人壓咗落嚟啦喎！睇嚟有人順利解開咗謎題咯，表現得幾好喎！你睇嚟非常之了解我啦。但即使我謎解揭曉咗，崩壞與審判依舊會如期降臨。垃圾呃人，垃圾 game， 就等我哋耐心咁等候，倒數歸零嘅時刻嚟啦。係喎，我仲邀請咗幾位貴賓啊，Five Fest 啊，距離崩壞與審判降臨仲有6個鐘。呢本係乜嘢啊？我哋嘅秘密計劃？我哋啊，大家，我係眾數啊，我哋係指福來淺見同埋主任。可以問我問題嘅只有我自己啊，話我哋啊嘛，因為呢本筆記簿睇落係魚家兄弟寫嘅計劃。佢係魚佬嘅妹妹啊咁。呢個係魚先生以前用過嘅書台啊，整理得好乾淨喎，得個相關啊台上面解謎啦嘛，相關係嘛，相關啊，大件事啦 ，fuck 外星人輸咗啦，定係外星人未輸啊？外星人並沒有輸啊！就算佢細嗰時係用主任個樣嚟出現到，佢而家都可以打扮咗福來淺見，都喺度行嚟行去啊嘛，冇理由嘅，冇可能係咁樣嘅，我唔相信，我拒絕相信啊！由學生組成嘅5人團體 Five Society， 佢哋打住制裁啊直播主嘅名號，直播自己犯下逮捕犯人嘅畫面，結果佢哋自己影嘅畫面成為犯罪嘅鐵證，真係諷刺啊！啲直播 file 已經 delete 咗，但係底下留言留低嘅證據最好充分，唔要孖生兄妹啊，唔係孖生兄妹啊，因為孖生兄妹就冇其中一個唔會俾人見到呢件事啦。鯊魚島管理員係魚佬嘅細佬，而佢嘅目的就係將哥哥逼上絕路嘅 Five Society 以及壓低整件事嘅警方報仇，一直睇住哥哥喺自己眼前受苦，佢嗰陣時一定好想拯救對方咯。雖然都唔清楚佢到底想做啲乜嘢。但係呢一切都係為咗佢哥哥。管理員呢，後面嗰度呢，有好多張凳喎，即係類似社區中心或者係教會之類。都市傳說解體中心嘅 channel 都係靠神秘學話題賺錢，一定係想趁呢個機會賺錢啦。你以為做 YouTube channel 咁容易賺錢？你真係太天真啦！我想講天真。訂閱人數達100萬人金牌 Five Society， 之前睇到嗰時都冇乜感覺。Five Society 咪就係太慢啦，福來淺見，不過唔緊要啦，即係我知道喺劇情安排上係必須嘅。Five Society 咪就係天珠事件嘅真兇，所以既然呢度擺咗佢哋嘅獎牌，或者黑澤先生係佢哋其中一員啊？呢個係我調查嗰時留低嘅痕跡啊！如果呢個係我二重山，呢個就嚟變二重山樂園啊！福來淺見喺事態咁危急、恐怖襲擊即將發生，有幾個人就嚟死嘅情況之下，都可以講啲咁唔好笑嘅笑話出嚟，我真係好佩服佢嘅精神力。偷走咗小判手臂上面有印記嘅男人，如果你急住舉辦旅行團，就捉唔到佢啦。你都努力咗咁耐啦，我唔想呢一切白費啫。啲人聲俾啲群人狂龍嘅聲蓋過咗。誒，係咪電車經過嘅聲呢？ OK， 呢係靠近鐵路嘅廢棄教堂。我啱啱仲以為我打到我咪添，原來係嗰啲心跳聲啊嘛！啊，我5條友啊！你哋係咪好唔舒服啊？等我除低個頭套落嚟先。黑澤先生，阿美男人個樣唔係太一樣啊？點解？我費事，我唔想遮啊！我俾大家睇一睇啊，山田 gas mask 個樣。太好啦！睇嚟大家冇太好你個頭啊！你係鯊魚島嘅管理員，即係你快啲釋放啲人質啦！我想洗脱魚佬嘅冤屈，我要阻止你嘅計劃。出嚟啦！天眼之鎖，
敬咗第零張卡而被創作出嚟嘅。喺管理員嘅復仇計劃入邊，發揮咗重要效果嘅嘢係乜嘢呢？光明卡，佢哋唔單止預言咗未來嘅事件，背後都有人喺度暗中指導咗一切。我諗呢，只有知道過去真相嘅管理員先至有辦法整到光明卡出嚟㗎咋。喺事件尚未平息嘅時候出現嘅第零張，睇到好似預言咗魚露嘅死，但係其實嗰啲事件發生之後先係俾人創作出嚟嘅嘢。預言嘢唔係都係咁樣嘅啫咩？穿鑿附會，點解上野天珠事件會成為可以講出嚟但係不曾存在過嘅嘢呢？因為事件俾人當咗做懸案啊！因為黑澤正義下令停止調查，所以嗰個事件就俾人當咗個懸案，送咗入衣櫃咯。就算一開始冇人知道答案，只要佢嘅問題可以引你關注，就算成功達到目的。黑澤正義寧願無視魚露收集到嘅情報，都要當作從來冇發生過呢件事。究竟點解會決定咁做呢？因為佢屋企人有涉案啊！佢為咗避免自己個仔喺學生時期嘅罪行曝光，先至決定掩飾呢間案。有人可能會覺得呢個係為咗保護自己家人嘅必要之惡，但係咁樣公私不分嘅正義喺我眼中睇嚟，只不過係天大嘅笑話。將偶然出現喺天珠事件現場嘅野村健，認為企劃嘅目標將佢殺害，仲將發現咗背後陰謀魚露逼死，引發一切事件嘅真兇到底係邊個？問呢題咋？Five Society 被綁架翻嚟嘅呢班人，正好就係 Five Society 嘅成員呢。山田 gas mask 扮晒嘢咁，上野暗鈴之類仲。喂，你阿媽嗰次就喺嗰度鳩噏啲乜嘢啊？你做亂講嘢，因住我告到你全家破產，因為你哋都只係空口講白話啫嘛，都冇證據。目前喺管理員手上，而且可以證明佢哋殺咗人嘅鐵證，究竟係乜嘢呢？被偷走嘅 HD 裏面話唔定捉住兇手，絕對唔想透露公開嘅資料都未定，真係完美嘅收場。淺見，請你嚟做終身嘅調查員，真係我最大嘅收穫。早晨 ，Hello。啊，好慘啊！野村劍，快捉住佢蘑菇，你有影到佢哦。哇，好正啊！有啊，影到啊，天珠。睇下你下次仲敢唔敢犯法啦！哈哈哈。我哋好似捉錯人喎。係喎，你等等，佢哋點解突然間唔喐？我想講，就算你哋有冇捉錯人都好，都唔等於你哋可以殺人嘅咯。有乜可能啊？喂，蘑菇快啲熄咗個直播！你同我收聲啊！嗰個意外嚟嘅咋，我係冇諗住殺佢啊！不如話魚佬先至係真正俾人殺死嗰個人啦，逼死嗰條友嘅係邊個啊？係呢個社會每一個人啊，每個人都係共犯啊！Jasmine， 哦 ，so sweet， 淺見辛苦你啦。咁就完咗咯。可唔可以解體？我實在冇辦法接受啊！天難之鎖唔係解開咗啦咩？以前嘅解體喺逐步拆解被視為都市傳說嘅超自然現象之後，都可以揾到背後係邊個喺度搞事啊嘛！今次單案唔係都已經真相大白啦咩？唔單止另一度被掩蓋嘅事件重新浮上台面，都捉到真兇。唔係咁樣啊！今次解體到底係為咗邊個，又係為咗乜嘢而做呢？係為咗讓管理員證明你可以充分理解佢，所以我先至解開咗天難之鎖。咁樣都好奇怪喎！真係應該俾人解開個謎，就咁樣俾人擺在一邊。淺見，你究竟係諗住做乜嘢呢？呢個謎就由我嚟解開。福來淺見，你要 call 天難之鎖啦嘛？翻嚟啦！天難之鎖，
式感啊，大家儀式感。So， 我覺得我唔應該坐喺呢度，我唔可以遮住主任，我接受唔到我遮住主任，我坐呢邊。你認為應該被解體嘅究竟係乜嘢呢？哇！如果欲知後事如何，要買 DLC 要反台。管理員嘅真面目，我哋一定要知道管理員嘅真面目。富入先生份工雖然我都想知，但係 well anyway， 遲啲問佢啦。雖然已經知道佢係魚佬嘅細佬，但係警方調查嗰時揾唔到任何相關記錄。管理員喺今次事件之前，其實仲引發過其他事件，雖然呢單案都俾人掩蓋，送咗去衣櫃度。請問我指嘅係邊個事件呢？蝦皮77711，我有事件。雖然喺 SNS 同埋鯊魚島上面，大家都將呢個事件當作謠言，但我又喺私衣櫃嗰度睇到呢個事件嘅資料，咁即係代表呢單案唔係虛構，而係真係有發生過啊！喺呢個事件入面登場黑客工具，係叫咩名呢？Natasha Shin啊！個工具得製造者先至可以用，而且嗰個人仲未升為天才 hacker。如果管理員係事件元兇嘅話，咁呢個工具嘅製造者就絕對係佢咯。Really 啊？你以為管理員係喺咩時候使用咗 Natasha Shin 嘅咧？團成員咯。本來一切都喺主辦方野村小姐嘅掌握之中，但啱啱見面嗰陣時，佢就冇將我哋當做參加者。應該 send 俾每個參加者嘅嘢都唔夠數。由此可見，管理員一定 hack 咗入去野村小姐用嚟主辦活動嘅間，嚟將我哋揀加咗入去參加者名單入邊。呢個係我最後嘅問題。隱身喺事件嘅背後，透過預言嘅卡片嚟散布恐懼，為咗幫哥哥報仇，化身為披住白衫嘅管理員。一切事件嘅幕後黑手到底係邊個呢？淺見，你果然非常之理解我。主任，解開啦！天眼之鎖啊，好 Q 啊！科來淺見都有呢個天眼之鎖動畫。佢哋惡劣行徑已經喺直播上面揭發咗啦，我哋都還咗清白俾余先生。我對佢哋5個人嘅復仇已經結束咗啦。但係倒數計時係唔會停，將哥哥逼到自殺嘅唔係只有佢哋5個人，每一個自以為企喺正義嗰方嘅群眾都係殺咗我哥哥嘅共犯。發生咩事啊？GR 係點啊？將所有人嘅資料 upload 晒上網啦，黐緊線。電話度 upload 緊我啲 data， 要點停啊？發生咩事啊？我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啊？等等，我真名點解俾人擺咗上網嘅？我俾人睇到就死啦！快啲停啊！點解熄唔到機啊？撳掣都冇反應喎，不得了咯！係網絡恐怖攻擊，快啲確認現況。冇啦，所有 DD 要俾人知有咩有啲咩台。我想講俾人知道有啲咩台，咁小事嘢就唔好講出嚟啦。子木回報現況。警視監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哋阻止唔到回屋嘅計謀。總之拉咗回屋先咯。你即係趕去中心嗰棟大樓。警視監，咁你呢？我而家喺回屋，即係余細佬以前去過嘅病院。多虧呢場網絡恐怖襲擊，但係播 ED 咯，令我可以撈到魚被加盟嘅情報，都算因禍得福啦。有任何最新消息，我會即刻聯絡你嘅。各自行動啦！收到 ，Roger。有冇呼入係導 M 嘅相？你對呼入有咩 idea？我最後都係咩都做唔到。你喺度講乜嘢啊？你咪而家開始已經好努力咁調查人咯。雖然咪已經遭遇咗咁多嘢，但係我覺得你一定係好好地接住咗佢噶。Jasmine， 如果你講主任嘅話，我之後再幫你踢飛佢啦。你都咁努力咯，要對自己有自信多少少啦。如月，你係話細個啲嗰個話？我梗係記得啦，佢同其他病人完全唔同嘅。佢唔只有異常敏銳嘅觀察力，仲精通各個領域嘅知識。好似咧好叻 IT 啊，係乜嘢世界級 hacker 咯？管唔
唔到呢座 lift 仲喐得喎啊！出唔到，係咯，睇落都咁舊。我哋搞掂呢單案之後咧，就係開個慶祝我出院嘅 party 啦。點解有啲咁嘅事？阿富人每幅圖個樣都唔一樣，大家發唔發現？如果真係咁樣嘅話，我想富入先至係有千變萬化樣嘅人，果然走甩咗啊！不過呢度咁亂喎，真係有人嚟過。Jasmine， 你睇啊！電腦好似喺度播緊咩片？阿健嚟解體中心嗰時嘅錄影，歡迎嚟到都市傳說解體中心。到底發生咩事啊？警視監我而家喺中心啦，然之後咧係福來淺見啊！快拉下你隔籬嘅福來淺見啊！佢係魚佬嘅妹啊！哦 ，OK， 係妹妹，原來所有嘢都係佢搞出嚟噶。回屋攝呢個人根本就唔存在，唔存在。回屋攝呢個人，點解福來淺見呢？阿健。